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会早起要对《列王记》上卷17章来看一个主题，叫做“你会当经验上帝同在”。基督徒生命真重要一部分，就是咱不断地经历上帝。咱甲上帝的关系，敢亲像咱甲咱的父母的关系。所以咱若甲咱的父母愈好，咱哪会当经验咱的父母的疼伫咱的身躯顶？咱甲上帝关系嘛是安尼，所以希望咱每一个人会当重新调整你甲上帝的关系，对中间来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会早起我第一点要讲的就是上帝话带有权柄，咱会当对基督中来经历上帝。伫列王记上卷17章第1节，则讲先知以利亚对亚哈王讲：我只永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就是我所徛伫伊面前的来讲。这几年我若无讲，就无落雨，无落水。好啊，本来圣经写讲，这几年我若无祈祷。以利亚是上帝先知，所以上帝命令伊去对亚哈王讲一句话。咱先来看当时的背景。亚哈王是以色列内面一个真歹的王，伊做王22年久，伊的歹所行记载伫16章29节到37节。照讲，伊行耶和华目睭中看做歹的代志。伊带外邦西顿王的查某囝亚西伯，这个亚西伯竟然将外邦的神巴力带到以色列，所以伫撒玛利亚伫遐为巴力起庙，伫庙内面佫做坛，伊爱以色列百姓来拜这个巴力，这是伫上帝面前上大的罪。所以任何人用别个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伊灾厄是无穷尽的。亚王将灾厄带入到伊的国家，所以上帝受气伫遐来发出，必须要有刑罚。总是什么人要去对亚王讲？有什么人敢去对亚王讲？先知以利亚到了上帝所予伊的权柄，对亚王讲：我若无祈祷，要无落水，无落雨。所以这句话是带着上帝的权柄来宣布上帝刑罚已经到啊。所以咱若伫雅各书第5章17节，遐有写讲，有3年6个月无落雨。兄弟姊妹，咱想看觅，3年6个月无落雨会变做甚物款的？台湾今仔日若半年无落雨，政府百姓开始紧张，因为水库内底无水，所以所有参水有关系这行业拢爱禁止。所以水是人有法度生存，无法度生存一个真大问题。伊利亚伫遮讲，我若无祈祷，就无落水，无落雨。兄弟姊妹，祈祷是上帝予咱的特权。所以基督徒，你若未晓祈祷，你就失去了上帝所予你这种的特权。咱咧祈祷的时，咱拢讲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是带有权柄的。总是搁较大的问题是甚物？搁较大的问题，互咱失落权柄的，就是咱的罪。无论是咱的教会、伫公司、伫咱的家庭，也是你个人的生活，若有罪存在，你就失落了迄个权柄。求主恢复咱这个权柄，咱的教会是有权柄的，上帝儿女是有权柄的，咱袂当用阮罪来阻碍了上帝的权柄伫咱的身上。所以人若犯罪赢过咱家己，一定爱受刑罚，因为咱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咱看亚哈王，伊最后的结局是甚物？真悲惨，王甲亚西伯拢惨死。所以一个人的罪带来了整个国家，连累了整个的国家。第二点，上帝永远行伫咱的头前，为咱备办道路。当伊利亚先知伊
伊来到了王的面前，勇敢讲出这个话。结局是安怎？王要杀伊，所以上帝就叫伊走，离开迄个所在，去米利约旦河东边，基利溪边。第40节才有一句话，讲我已经命令乌鸦伫遐降击你。相款的一句话，伫第9节佫出现一解，讲我已经命令迄所在一个酒馆人养饲你。我已经命令，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永远行伫咱的头前，为咱备办。上帝是掌管宇宙万物的掌管者，连这只细细只乌鸦嘛是伊管的，嘛听上帝的命令。咱所信靠的上帝，就是这款的上帝。伊利亚伫遐，米利遐，伊靠什么生活？伊啉溪里的水，基利溪的水，用我上帝命令这只乌鸦，会使时一遍，用时一遍。甲饼、甲肉来互伊食，来供给伊，来养饲伊。上帝命令乌鸦来供应上帝仆人，连这只细细只的乌鸦，拢是上帝所掌管的，何况是咱人？上帝是可靠的，伫咱所行的道路，咱爱认定伊；伫咱的生活顶面，咱爱信靠伊，咱就要经验上帝为咱备办。上帝讲：“我已经命令，已经为你备办好。”上帝无大声，互伊利亚先知饼甲肉。上帝是叫伊去，头前的路，你所需要的，上帝已经为你备办好势。这就是信靠上帝人、经历上帝人的原则。无其他的方法，上帝就是爱咱安尼去经历伊。所以奇妙的上帝为遐个上帝所拣选，为主尽忠的人。上帝伫遐为因负责到底。有一本册叫做《成为圣洁》，加做圣洁。内底有写到一个英国的医生，女的医生 Helen Roosevelt。这个医生，伊奉献家己到伫非洲做宣教师。伊讲伊到伫迄个所在，看到真侪只的孤儿，所以伊真感动，伊就为这孤儿设立来办一间孤儿院。有一日。一个妇人产妇来到病院生产，结果血崩，血流未止，所以这个妇人尾仔伫遐过身。这个婴仔是一个早产儿，当时病院嘛无迄款保温箱，迄毋知要安怎，迄后来找，这护士找到一卡迄个热水袋，已经真久无用啊，所以叫护士讲：你去甲装烧水，装入内面。会使互迄个婴仔困伫迄面顶保温，总是烧水一个装落，迄个热水袋就破去，毋知要安怎。所以迄个斗，伊转到伫孤儿院，伊甲即项代志，甲遐个孤儿院的囡仔讲，请恁为即个婴仔早产儿来祈祷。阮病院需要一卡热水袋，互即个红婴仔会当活落去，请恁为伊祈祷。有一个7岁的查某囡仔叫做 Nanny， 伊做一个祈祷，伊讲：亲爱主耶稣，请你送2项物件来，一卡热水袋，一个洋娃娃。迄个洋娃娃是要互即个婴仔2岁的姐姐，因为伊老母已经死啊，即个囡仔一直哭，所以请主耶稣送2项物件来。咱想看卖，上帝敢会听即个7岁查某囡仔的祈祷？总是奇妙代志伫遐发生。伊讲迄个波邮差送来一卡真大的包裹，这个包裹是对英国寄来。通常对英国寄到非洲的迄个所在，爱转插4-5个港口，所以一个包裹上无爱4个月才寄会到迄个所在。总是当迄个包裹伫遐拍开的时，哇！这囡仔拢足兴奋的，内面有囡仔的衫，有玩具，有迄个糖果。总是这个7岁的查某囡仔伫边仔嘴里念讲：“主耶稣啊，我请你送一卡热水袋，你有送来无？”有什人想会到？伫5个月前，上帝已经感动一个英国人送一卡热水袋到伫非洲上热的所在。这个查某囡仔佫继续祈祷，甲主讲：“主啊，佫欠一个洋娃娃，真正佫找一个洋娃娃出来。”兄弟姊妹，这款的上帝
我袂晓解说，总是我确实在咱的主会做即款的代志。假如讲上帝伫5个月前就知影才有一个妇人人生产的死，袂晓解说，总是我知咱的上帝是掌权的上帝，伊为你负责到底。咱的上帝就是即款的上帝。我毋知影兄弟姊妹，咱有偌久无经历过即款的上帝啊？咱的上帝是为咱备办一切的上帝，咱的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上帝。我有当时伫遐想，咱的上帝若真高，高高坐在天上，即款的上帝，甲咱无关系。总是伫出来记3章才有写，耶和华讲我的百姓伫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已经看见，因受督工的管辖所发出的哀声，我有听见。我原知因所受的痛苦，我落来是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所以，咱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咱的上帝是有看见、有听见，佮知影咱的痛苦，佮是要落来拯救的上帝。伊毋但伟大，伊掌管每一部分，伊听你，伊嘛听我，所以伊毋但要互你经历这位上帝，伊阁爱互咱经历上帝了，咱会当为伊做见证。去对人讲这个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我会当为伊做见证。第三，你会当经历上帝，总是搁较要紧的，是你爱去见证这位上帝。当基立溪溪水打去的时，耶和华甲以利亚讲起来，去西顿的所在找一个酒馆人，我已经命令伊伫遐养饲你。上帝哪会怀叫以利亚先知去住一个较好业人的厝？上无嘛有物件通食，总是伊叫伊啊去住一个送香酒馆的妇人人的厝，这是上帝做代志的原则。有时咱袂明白，上帝常常用迄款软弱的、用平凡的、用伫世界互人看袂起的、用这的人来显出伊的大能。所以以利亚先知就去到伫撒利法伫城门就拄着这个妇人人伫遐咧抾茶。伊利亚先知甲伊讲求你用器具舀淡薄水来互我啉。所以迄个妇人人去舀水的时，伊佫讲，请你摕饼来互我食。这个妇人人甲讲啥？讲我只应先要化你的上帝来讲，我桶内只有剩一杯面粉，饭内只有剩一点的油，食了，我甲我的囝就是要等死。那这句话内面包括什么意思？就是讲人的绝望，人的哀叹，人的无奈。今仔日偌济人生活伫痛苦中间，只要咱将耶稣介绍互因，因的人生要真做无受伤。偌济人伫遐讲我活了，阁有甚物意义？以利亚先知直接讲大先为我备办，大先为我做这饼来互我食，然后你桶内面粉袂减少，饭内油用袂了，直到耶和华落雨伫地上的日子。兄弟姊妹，这就是经历上帝同在的原则。大先为上帝备办，然后伊为你降级无煞。上帝毋是马上互遐面粉甜起来，也是用油灌出来。咱有看到上帝原则无？你爱去看上帝做代志的原则。伊的原则就是带领咱的信心一步一步来信靠伊。面粉也是油，若一摆拢灌出来，毋知要偌欢喜，总是无油源是剩一点啊。我本身就是有经验即款的上帝。我读新学院第1年开始实习的时，我派到桥仔头教会伫高雄
第一届讲道，我准备几个月，准备甲足有自信的，结果讲道讲8分钟就煞。长老甲我讲，牧师，你这篇道理讲啊足好，总是时间伤短。我嘛毋是规本圣经一解就了解，我甲咱共款，逐日挖靠主，甲主讲主啊，若无你，我无法度做甚物；若无你加添我的气力，我毋知要怎样服侍你。所以上帝就是安尼，一步一步加添我的气力。伫第二届世界大战的时，有一个美国青年17岁，国家调去做兵。伫做兵的时，打着地雷，迄个受伤真严重，互人送到后营。后营有病院，伫病院内面，这医生决定爱锯一骹一只手，爱锯掉。这个青年是一个基督徒，医生是犹太人。要手术进前，这个青年甲医生讲医生，请你毋免为我注肉血，因为我要忍受耶稣基督，我的主伫十字架顶所受的痛苦。这个犹太人医生讲袂使哩，我袂使安尼做。所以这个青年甲讲，请你一定爱安尼做，我的耶稣一定会甲我同在，伊会帮助我。后来这个医生真正忍心为锯一骹一手。咧手术进前，医生甲讲我添一杯威士忌来互你啉，你啉了小可麻醉，较袂遐尼疼。伊讲袂使，我对细汉我老母就教示我，一点仔酒都袂使肉，就安尼，伫即个中间来进行手术。即日，迄个医生来看即个青年，看几啊遍。病院的牧师伫暗时嘛召集一寡基督徒为即个青年透明祈祷。即个青年是真痛苦中间，伊并无表现出真疼迄款的感觉，伊不断伫嘴内面讲一句话，用主耶稣，你的疼到我三甲地底。到伫第5日，即个青年伊嘛知家己要死啊，伊叫护士请牧师甲医生来，伊甲牧师讲牧师，请你写2张批，一张互我的老母，一张互我主日学老师，甲因讲我伫即几日伫病院所发生的代志，甲因说多谢，因为因两个栽培我的信仰，成做我一生上大气力。交代即个牧师2项，就写2张批。当即个医生来时，即个青年甲即个犹太人的医生讲医生，我即世人上好的朋友，嘛是甲你同款是犹太人耶稣，你嘛是犹太人，你应该嘛会当成做伊上好的朋友，请你接受伊，因为伊是世界唯一的救主。你看我即几工伫遮受苦，总是这位主参我三甲地底，伊用疼支持我，伊显现互我知，伊是真正的神。求你接受这位耶稣。总是这个犹太人医生唔肯，伊走转伊的办公室，一直啊倒闪，到第6日，这个青年已经得要死啊！伊阁叫护士去请医生来，医生讲袂使，我已经看伊足侪遍啦，唔免阁去甲看。总是护士甲讲这个青年已经得要转去啊，所以医生后来看这个青年，这个青年伫要断开进前，真无力的时，佫用剩的一手揪掉这个医生的白衫，伊还要救这个医生，要对伊传福音做见证。总是这个医生伫遐无动头。后来，这个青年伫病院过身。伫几年后，战争结束，有一日，这个医生来到了纽约布鲁克林这个所在，参加一个国际性医学会议。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啊！伫迄日礼拜日，伊进入一间礼拜堂。伫礼拜要刷时，牧师请一个老妇人起来做见证。这个妇人伫遐讲我得到癌症，医生甲我讲，我剩2个月的日子，主得要调我去啊！总是我一点仔都唔惊，因为我知我的囝儿伫天顶咧等我。我的囝儿
17岁国家调去做兵，后来战死伫战场。这个囝儿到要死进前，也一直对一个犹太人医生做见证，传福音予伊。伊讲我真欢喜，特别条件我的天父会当参我的囝儿三甲大，我已经备办好势啊。兄弟姊妹，这个犹太人医生坐伫下骹，伊坐落去无？伊心内足激动，伊站起来，行到头前，甲这个福音人揽起来，伊伫遐大声见证讲这个犹太人医生就是我，是你的囝儿救了我。这个福音人所讲的话拢是真的，是我亲目看见，是我亲身经历到的，所以我特别出来做见证，因为今仔日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啊。兄弟姊妹，亲像这款的故事，真正的故事。咱听了是毋是感动？咱会当伫咱的生命中间，时时刻刻去经历这位上帝。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开嘴对求，最后说会当成做你至好的朋友。我甲主讲主啊，我听你无够，我实在不配。我献身做牧师，伫生活、伫物质、伫逐项拢无欠亏。教会当值。兄弟姊妹嘛拢真关心我，真疼我，总是我实在疼你无够，帮赞我会当搁较疼你。我会记得伫2002年3月17，我甲同新南医毕业2个同学，阮做伙伫台南新老病院伫遐奉立牧师。阮3个人伫遐做伙奉立牧师，阮无讲半句的咒言词，阮3个人。只有做伙伫遐唱一条歌，这首歌真正感动阮。这是我邀请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唱。主啊主啊，我伫遮，求主差遣我。我献我这卑微的性命，愿为主，愿做主动用的器具。虽然有大风，也受大水。拍袂花我火热心志，专心专意为主做工，直到迄日安然见主。咱唱2遍，咱唱台语唱2遍。咱同心来祈祷。主啊，阮到当时才会当将阮放伫你的面前，来接受你的差遣。主啊，你所要予阮的，是邀请阮参与伫搁较大的福分，搁较有意义的事工。多谢你用疼来包容阮。主啊，帮助阮，予阮会当逐日经历你，赢过一切属灵的征战。帮助阮会当大声为你，因为你已经为阮备办头前的道路。
主啊，求你灵今仔日伫阮中间做工，互阮短暂卑微的性命会当为你来做见证。愿咱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